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Young Living 嘅 Product Trainer Eric。相信透過之前3集，大家都深入了解咗枸杞對身體嘅各種好處，同埋寧夏紅嘅獨特配方係點樣可以幫我哋身體打造第一道嘅防線。嚟到最後一集，今日就講下，當你用寧夏紅打好個底之後，我哋點樣可以選擇其他產品去升級我哋嘅整體健康。其實寧夏紅係一個百搭嘅基礎產品，無論配搭精油或者係營養補充品，佢都有一個相輔相成嘅效果。今日就同大家推薦幾款我最中意嘅寧夏紅配搭組合。首先，我最中意嘅寧夏家族成員寧夏星同埋寧夏綠。寧夏星係一款能量飲品，入面有黑胡椒、青檸、枸杞、白茶等嘅萃取精華同埋多種維他命。有時夜晚瞓得唔好，我就會即刻開翻罐嚟飲，補充翻能量。而平時翻工，少不免都會叫外賣，蔬果嘅攝取量係完全唔足夠㗎，所以我就用寧夏綠嚟補充翻每日所需要嘅綠色食物。佢裏邊含有48種嘅蔬果、5種菇類，入面仲加入咗枸杞葉，所以溝埋寧夏紅一齊嚟飲，其實相等於攝取咗成個枸杞嘅完整營養成分。呢個組合可以話係我身體每一日嘅能量泉源。第二個推薦配搭寧夏紅嘅組合係我哋嘅益生菌 Life Nine。如果將身體想像成一間屋，寧夏紅幫助我哋嘅身體建立咗第一道嘅防線之後 ，Life Nine 就好似守衛一樣。入面有9種強效嘅活性益生菌組合，可以幫助驅趕腸道嘅壞菌，令益菌同埋壞菌嘅比例保持平衡，幫助我哋嘅消化系統健康，提升我哋嘅身體嘅防護力，可以守護我哋身體呢個家園。最後一個推薦嘅產品係酵素 Essential-Sign 4，佢嘅雙階段釋放技術可以令植物同動物性嘅酵素喺腸道分段釋放，令營養吸收同消化做得更加好，就好似體內嘅清道夫一樣，令身體一直保持乾淨。以上只係一部分嘅選擇，仲有好多唔同嘅產品可以配搭寧夏紅，不如由翻你哋話我知你會點揀啦！即刻喺 Facebook 影片下低留言，分享你哋會用咩產品配搭寧夏紅，同埋呢個配搭可以幫到你啲咩呢？喺5月16號之前留言，有最具啟發性嘅3個答案，就可以獲得1套3包寧夏紅年收納網袋。希望透過1連4集嘅分享，大家都可以重新認識寧夏紅同枸杞。祝各位身體健康，再見。